聖誕節仲使乜年年焗住喺香港過啊？等我哋今年齊上深圳，幫你哋揾晒專屬香港人嘅聖誕好去處。KK Mall、KK One、KK Time、南山京基百立廣場4個場，4種玩法，免費贈品，限定打卡位，正斗美食，全部度身訂造。今次同大家過翻個唔同款嘅聖誕，文美幫大家執好懶人包，記得 like 爆 save 低 cap 圖，上到深圳跟住玩就啱啦。福田 CBD 商圈嘅潮人集中地 KK One，港人過節必撲露露 IP 快閃店，實要瘋狂打卡，擺滿得意到震嘅露露公仔同周邊，出賞率100%，中意得意嘢嘅朋友就咪走雞啦，嚟到即刻有禮物收，仲幫你免費打包埋聖誕禮物。Alipay 手 KK One 可以免費拎頂界環球海鮮放題50蚊餐飲券，用券之後平到笑啊！貴廚麻婆炭烤肉，一間回頭率爆燈嘅店都可以用餐飲券噶。8款遊戲免費玩，星際傳奇、史萊姆親子樂園、Cash UUU 夾公仔、時空門 VR、Bobo Boss 彈珠，大人細路都啱。周末福田口岸仲有免費接駁巴士直達，夠晒窩心。深圳地標京基100樓下呢一間 KK Mall 就一定要去啦！推薦去 Nitori 掃平價聖誕貨，徐先生和雅苑 Doctor Stretch 拉筋星聚會唱 K， 想食想玩一站式搞掂晒。follow 咗 KK Mall 嘅小紅書免費拎，開心無可替代。喺呢度買滿288就送呢個迪卡龍嘅行山背囊，呢個背囊超好用啊！呢個閃令令嘅超夢幻佈置，自帶高級濾鏡，點影都好睇。羅湖水貝珠寶商圈，獨市大型商場 KK Time， 港人着數多到寫，新會員登記即刻送冬日暖飲，免費奶茶真係爽歪歪。帶回鄉證即可以免費拎呢個文爆小鹿周邊，買滿399蚊送小鹿公仔，聖誕樹同埋可愛嘅小鹿就散落於商場裏邊，帶住啱啱送嘅頭飾，超級有 feel。聖誕元旦都可以約埋班姊妹嚟啊！點少得食肆推介啊！順德公居竹、樂宴同火鍋、淘米撈粥底火鍋、雲山貴、啫火啫煲，大批好嘢。玩到攰就可以去米樂摸下貓貓。KK Time 馬路對面就係紅湖公園，而家落雨參紅到燦爛啊！去就係最佳嘅觀賞期，千祈唔好錯過啊！坐落紅樹林同深超總片區嘅大型屋苑商場，南山京基百立廣場，建議坐呢個永東巴士過嚟，憑即嘅車票去永東櫃位就可以扭聖誕蛋，有機會抽 Jellycat， 帶定回鄉證仲可以免費拎聖誕手鏈，一扭鐘停嗰棵聖誕情樹一定要嚟打卡，參加佢個活動即刻換熱紅酒同埋下午茶。呢度食肆陣容強大，港灣順德路嘅地道廣東風味，潤源四季清甜嘅椰子雞、泰爾酸菜魚、西貨記油潑麵，款款都係人氣之選。推薦學長工、常樂推拿特骨、美麗田園、雪瑞爾做 facial 又平又靚。總括嚟講呢幾個商場唔使人逼人，唔單止好玩，對香港人仲極之友善，周圍都係為香港人而設嘅活動。呢一篇就係你嘅最強攻略，快啲約埋朋友 plan 定時間，收藏好呢個攻略，趁住聖誕節快啲行動啦，一齊過一個有性價比嘅聖誕節。